大家都你好，我是一家姐姐。今仔日咱要来练习数字算物件哦。大家敢袂晓？咱来试看卖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念甲足好的呢！那安尼，咱来试看卖，甲物件甲数字斗起来哦。譬如，咱会当讲一粒加2个，2位小抽仔，3支吉他，4粒小鼓，5支小吹，6杯饮料，7组三角铁，8张尖卡无，9支辣条，10粒鸡龟仔。安尼大家敢会晓啊？后摆伫生活当中，咱嘛会当来用台语数字来算物件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后边再会。来跳舞，来跳什么舞？玲珑色，舞舞的，欢喜，咱舞。